2023年3月10号，农历29日，观世音菩萨就是南海古佛圣诞日呢，圣训呢。三达德，五达道，五人就五达道，智人勇士三达德。观世音菩萨圣诞呢。这个声音在念易经正释，证明的正，解释的是，可以搜寻善书图书馆，善书图书馆，易经正释呢，证明的正，解释的是。